来甲玉芬姐讲，玉芬姐你手受伤啊，有要紧无？哦，注声注足侪支，啊，一支1000，注足侪支拢注也袂好嘿。安尼吼，好，安尼袂好吼，好来为玉芬姐祈祷下，为着咱伫主的面前得到平安，来感谢伫主的面前进前吼，就是这个中雄兄甲陈金姐伊的后生，也是咱这个慧君伊的先生进前的2、3天前发生车祸边仔骨弄断5支这个锁骨遮断做3块颅内有微量出血。带交互病房带2天，今日已经是第3天。所以咱请特别为进前祈祷，求主怜悯照顾。今天要开刀，有稳定的好，伊个微量清醒，对，已经意识有恢复出来啦，对。无进前的时阵甲伊问讲你是伫倒位要去倒位伊断片啦记忆断片，所以为进前兄祈祷求主怜悯特别为着爸爸妈妈着伊的爸爸妈妈祈祷。我敲电话迄个陈金姐敲电话的时阵安尼烦恼看心甲因为他有过去的阴影啦因为伊的查某囝大生伊走嘛，所以他很挂心这一些事情，所以咱特别爱为着老大人祈祷，求上帝保守看顾。咱也感谢咱上帝尊留咱的活命，是要见证上帝作为甲伊的荣光。为着咱家己伫主的面前感谢，也活地为主来活。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圣在至圣的主上帝，你的恩典甲阮同在。保守因带阮，主啊，阮的日子伫你的内面向前来迈进。主啊，独独你是阮的主上帝，你保守你因带。主啊，阮伫这所在仰望你的疼痛，你是迄一位怜悯世间人、看顾世间人的主上帝。桃花世囝伫这所在，为着你所赏赐予阮的日子，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主啊，为着阿玲祈祷，为着伊的先生明辉兄祈祷，上帝你亲自来照顾阮。有啥物时阵，阮感觉阮家己会当做啥？主啊，若毋是你的怜悯，我早就已经倒伫恢复当中。上帝啊，我伫活命当中惊吓、烦恼、看心，愿你亲自赏赐平安稳定。主啊，你已经赏赐平安稳定，总是主能让互我伫迄个所在，感觉有平安，有平安。主啊，平安若毋是出伫你，阮的人生会当做啥物货？我有活伫你的内面无？我有照你的所行来行无？主啊，赏赐稳定，保守看顾，互我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疼痛。为着阮今日会当搁再活伫主的面前来感谢。主啊，阮也特别为着进前兄祈祷，为着中庸兄，为着叶妈妈。主啊，为着甲进前兄名字所烧念的来祈祷，你亲自保守、安慰、看顾。主啊，伫人生世间有苦难，总是伫主你的内面有平安。主啊，是你保守看顾，互手术一切尽拢顺遂。伫主的听内底，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啊，帮助阮，引带阮，赐恩伫阮。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圣名。赐平安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三角做伙徛起自责。你是主，是上帝，你赏赐恩典伫阮当中。
主是因为你存留阮的活命，保守阮的平安。阮无比别人较好，嘛无比别人较敖，但主你有将特别的恩典放伫阮的心上，所以主帮助阮，互阮遵行你的话语，遵行你的旨意，通叫阮伫你家己的年日内底，就是你赐福互阮伫地面上架开的日子，活伫光明当中，活伫你的恩典内底，甲主你相同行。主，我为着特别为着这伫软弱当中的兄弟姊妹，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会保守看顾。主，阮有手受伤的，有车受伤的，有癌症咧受苦的。主啊，恳求你伫你家己的宝座上，照着你家己的恩典，加添阮的心神快乐，伸出你的圣手来蒙阮。互阮对主来得到医治。主，感谢你借着药米，借着医疗团队来帮助阮。总是主，阮要知影，活命的平安出伫上帝你的赏赐。主啊，阮仰望你，特别加倍恩典看顾伫阮即时抑个受病痛艰苦这困扰的兄弟。主啊，用你家己的怜悯、安慰、保守、照顾，然后阮伫这个艰难的时刻，照主你所讲，阮虽然伫地面上有苦难，但伫主你的内面有绝对的平安。主啊，保守阮心思意念，互阮的心目五主坚固，互阮倚靠救主耶稣，会通伫这个艰难的时刻，特别靠主刚强。主，感谢你的听，感谢你是听人祈祷的主上帝，是怜悯阮的主上帝，也保守帮助阮的心思意念，定定甲主对齐，甲主同行，互阮成做上帝你真实的儿女。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圣名，阿门。来，咱三角来看报告的部分来。咱看周报第5面。首先，咱感谢亲爱兄弟姊妹伫顶礼拜为着西港圣教会建堂的奉献，上帝纪念每一位亲爱兄弟听心甲侍奉。即使咱若是抑个对着即个侍奉有关心，会当到招待所来索取即个奉献地，继续关心即个西港圣教会建堂。第二，今仔日咱亲爱的少会传道前往屏东圣教会正道。请兄弟为着牧者出入的平安侍奉得到快乐来祈祷。第三，今仔日下晡2点20到4点有100分钟，伫台南圣教会举行圣灵降临节组织的祈祷会。咱诚心邀请咱所有亲爱兄弟姊妹，会当组织为着国家来守望。即使咱若是会当的时阵，也请穿制服，同齐做伙来出席来参加。伫今仔日的时代内底咱也看见，咱南部是真欠水的所在。咱台南的车祸是全国第1名。咱阁有诈骗集团，改成诈骗的金额咱伫全台湾排名，台南市是排名第4名。所以咱请爱为着这个代志祈祷。了后，咱阁有一个交通罚款。是全台湾第2名，所以你就知影讲咱台南你看起来水水好好，但是内底一直咧涨落，所以爱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所以诚恳邀请亲爱兄弟姊妹，会当伫今仔日下晡2点20到4点，拨出这100分钟的时间，同齐来为着台南，为着这个城市来守望来祈祷。这是咱的厝，这是咱的城市，咱的确为着这个代志祈祷。第4，5月25到6月初5，牧师要前往中国培训侍奉，所以请兄弟为着牧者的侍奉得力，行程的平安祈祷。来下一个。第5，7月初2到初5礼拜日到礼拜4，咱教会有举办社区儿童欢乐营，
欢迎兄弟到招待道所处单场啊来邀请咱所认捌的囡仔来参加。即使若是有意愿参与服侍兄弟，将梦存传道来报名。若是干来，就是咱干那总共有5天嘛。哦，啊，即使咱若是无法度参加5天，咱就会当参加4天、3天、2天、1天，咱嘛来报名。变做5天的工作，咱分做5个人来做，安尼咱大家人拢会做，啊嘛较袂遐忝。哦，所以拜托兄弟姊妹会当三甲做伙同齐来烧敬，互咱这个社区，因为啊，迄一天的时阵哦，啊，俊仁伯啊，真爱讲一句话，这咱小西门里的安乐性教会，你要听好清楚哦。这咱小西门里的安乐性教会，哦，所以是咱小西门里的安乐性教会，毋是干那咱的教会。咱感谢主，哦啊，所以咱请会当继续为着这个社区的囡仔会得救啊，咱三甲做伙会当传承信仰伫这个世界的心情。好，OK， 安尼报告完了哦。嗨，什么叫做做次表？哦，算迄个。还无送过来，所以咱今仔日去的时阵哦，台南圣教会会甲咱预留100位的迄个位置。哦，圣安圣教会甲安乐圣教会拢全部算安乐圣教会。啊，所以去的时阵哦，入去一般来讲的时阵，咱会坐伫，通常咱拢会坐伫入去会正面对讲台是伫倒边，啊讲台看来是伫正边遮。通常咱会坐伫迄个位置遐。所以诚心邀请咱所有亲爱兄弟姊妹，同齐做伙来为着这个城市守望祈祷。咱甲时间到敬拜团。祝兄弟平安，平安，哈利路亚，阿门，阿门。感谢主，阿乐主，和咱向咱倒边正边的兄弟，甲因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感谢主，和咱伫主的殿院内面，咱用乐乐、用感谢来敬拜伊，和咱为咱的座位起立。咱用欢喜跳跳的心来乐乐咱的上帝、咱的主、咱的王。主，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大主宰，伊顾念咱每一个人的需要，伊也看顾伊所创造一切，无论是这个树木这个山，上帝每一项伊拢看顾，互咱会当来到伊的面前。咱是受造的，上帝所创造的所有这个所有的一切，拢有上帝的心意，拢有伊的旨意。只是咱来感谢来学乐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伊的疼，伊的恩典，伊的怜悯，伫咱的这个土地面顶，互咱会当真正举起咱的手来学乐来感谢伊，哈利路亚。
真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要欢喜唱歌来学乐你。哦，主你所创造一切，这无论是树木，无论是这山，还是你所做的这一切的万物，主啊，拢有上帝你真水的旨意。哦，阮会当伫这地面上来来去做，伫这地面上来生活。上帝拢有你真美好的心意，就是要来见证、来荣耀上帝你的名。每一项你所创造的，拢是要来荣耀你。主愿感谢你，万国万民拢要来学乐，拢要来感谢上帝你奇妙你的大作为。主你本为大，本小极大的学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山小山，欢喜唱歌，学乐从这一地呀荷花。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呀荷花。着用感谢你的梦，着用学乐你的意，万国万民。来吟诗，断了路伊。嘿，大山小山，欢喜唱歌，学乐从这天地呀荷花。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呀荷花。着用感谢。吟诗，断了路伊。嘿，大山小山，欢喜唱歌，学乐从这天地呀荷花。大手小手，牵手跳舞，牵手敬拜主呀荷花。归乎咱的主上帝，哈利路亚，请坐。主，我们大声来学乐你，来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你救赎阮的活命，为黑暗的款式进到上帝你光明的国度。阮本是不配，但是上帝因为你听阮，对阮对落竿梅甲阮来救起来。互阮会当享受上帝你囝儿的名分，互阮有这个机会来侍奉你。主，你就是阮的主人，阮单单要来学乐你，单单来敬拜你，感谢你永远听阮，感谢你引带阮的脚步。伫这活命中，上帝阮上大的福分，就是耶稣你听阮。阮上大的愿望，就是耶稣基督你救赎阮。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
救你，耶稣永远听你，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你在我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耶稣救你，耶稣救你，你在我命中最大的恩望就是耶稣伊会救你，救你脱离罪恶关系，带你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伊会救你，耶稣永远听你。主，阮感谢你，何等的疼痛阮。无论阮现在境况是如何，但是你的疼永无改变。你甲阮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主，我要感谢你，救赎阮，脱离这个罪恶，脱离这个济才受到的攻击。主，你带阮进入到光明的国度，互阮会当享受囝儿的这个名分。主，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主，你赏赐互阮，主，互阮永远来爱你，因为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王。阮也将阮的一生献伫你的面前，互阮一生拢来侍奉你，互阮无求什么，只愿意付出阮一生的时间，付出这个代价来跟对耶稣。主，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救赎阮，救你脱离罪恶关系，带你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伊会听你，耶稣永远听你，叫你脱离罪恶关系，带你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伊会救你，耶稣永远听你。哦，耶稣听你，伊会救你，耶稣永远听你。感谢耶稣的应允，感谢耶稣的疼，互阮会当永远脱离罪恶，进到上帝光明的国度。因为阮知伊为疼咱的主，伊就是耶稣基督，伊要引带带领咱前面的路程。无论咱现在拄着什么的困难，还是有什么苦难，上帝伊讲，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伫伊的内面有平安。这个平安是真实的平安，因为伊已经赢过这个世界。咱，互咱起立，咱来唱这首，主要用恩典来陪伴咱一世人，互咱免惊，有耶稣基督遮做咱上大的倚靠，咱就有10分的平安。阿们。
上帝的引带，咱头前的路，无论我艰苦，伊永远带路。只要咱坚信我靠，伊会陪，伊会爱保护。咱无伫我路，世间万项事，虽然有悲伤，有主是我人生风暴。咱的主要安慰，互咱心勇行。主要用阮的陪我，用命头照顾，一路充满伫咱生命。基督甲咱同行去，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那恩惠，上帝的引带，咱头前的路，无论我艰苦，伊永远带路。只要咱坚信我靠，伊会陪，伊会爱保护。咱无伫我路，世间万项事，虽然有悲伤，有主是我人生风暴。咱的主要安慰，互咱心勇行。主要用阮的陪我，用命头照顾，一路充满伫咱生命。基督甲咱同行去，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那恩惠，主要用阮的陪我，用命头照顾，一路充满伫咱生命。基督甲咱同行去，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那恩惠，主要用阮的陪我，用命头照顾，一路充满伫咱生命。基督甲咱同行去，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那恩惠。这是咱要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也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有一个遮的艰苦，有一个遮的抗战挑战，咱需要来倚靠上帝。上帝伫头前引带咱的道路，咱一切拢会当有平安、有福气，甲咱同在。这是咱为着咱家己，也是为着咱的兄弟姊妹，咱心内所看到，也是所会当知影的，咱为因来祈祷，互上帝正做咱的手骨，正做咱的推咱的拐，来保护咱，来引带带领咱。咱开声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的引带，你的带领。主啊，你讲人生有苦难，伫你的内面有平安。主啊，阮伫世界中，阮有一遮的艰苦，有一遮艰难的代志挑战。无论是阮的病痛，无论是阮的心灵的忧伤，主啊，阮拢需要有上帝你来引带来带领阮。你讲阮只要用信心来倚靠你，上帝啊，你要保守看顾阮每一个人，拢得到平安。伫你的内面有安息，伫你的内面有平安。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真正明白，上帝耶稣基督，你是阮唯一的帮站，你是阮的倚靠，你也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站。主，我要
感谢我们俄罗你，哈利路亚！主你要用恩典来陪伴我每一个人，互我会当行过这这艰难甲挑战。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俄罗你，哈利路亚！主要用恩典陪伴，主要用恩典陪伴，用疼痛交托，一路充满的咱生命，一路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恩惠，主要用恩典陪伴，用疼痛交托，一路充满的咱生命，一路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恩惠，一路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恩惠，一路甲咱同徛起，一路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恩惠。主，阮感谢你的恩惠，甲阮三甲同在。你用永远的疼惜阮，照顾阮。主，就是你讲的，阮破病倒伫眠床的时，你亲自为阮来铺眠床，安搭阮。就是到阮伫年老跋倒无能为力的时阵，你讲你犹原怀抱阮，甲阮爱伫你的脚接边，度过人生上界困难的日子。你是主，是上帝，阮感谢你对着阮细汉一直到阮年长的日子，互阮通过时间咧经历上帝你的信息、你的疼痛、你的照顾。主继续保守引带阮前面的路站，互阮甲主同行，互阮倚靠主，互阮的一生的年日活伫主你的面前，亲像撒母耳活伫你的面前同款。主亲像约瑟活伫你的面前同款，继续保守引带阮的路站，互阮伫地面上架脚的日子，为主来活，甲主同行。因为安尼就是阮人生上界大的祝福了。愿阳光归乎你，平安伫阮当中。恳求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圣名，阿门。咱同齐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到来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会三通做得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要来读启用文，启用文第21篇。我来客兄弟来引号的所在，咱大家做伙来读。拯救咱的上帝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阮。你本是一切地德甲海上万处的人所倚靠的，伊既以大能束腰，用力量安定诸山。踮伫地极的人，因你的新业行遐。你互日出日落的地拢繁复，你管顾地降落透雨，互地大得肥美。将地河满了水，你怎样管握了地？
通为人有备五谷。你额头地犁高，润病犁疾，降甘霖，互地软烧。其中发长的望你祝福，你用你运转做年岁冠冕，你的路径拢滴落自由。你伫旷野的草场顶，小山用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做衫，谷中也塞满了五谷，这一切拢欢呼歌唱。阿门。感谢主下面的正道时间，咱请牧师。咱请三甲做伙掀开周报第4面。咱同齐来上读本周的经文。今仔日的经文有较长一寡，咱同齐做来上读，请。迄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伊看犹太人欢喜这个代志，又搁去掠彼得。迄时，才是度假的日子。希律掠了彼得，收伫家内。交付4班兵丁看守，每帮4个人，意思是要伫搬过节以后，甲伊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伊。对安尼，彼得受关伫家里，教会却为伊切切的祈祷上帝。希律将要提出一切来争一暝，彼得受2条铁链锁咧，困伫2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伫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徛伫边仔，厝内底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边，拍醒了伊，讲：紧紧起来！迄个铁链就对伊的手顶脱落来。天使对伊讲：缩像大，轻像鞋。伊就安尼做。天使又搁讲：偏就外衫对得我来。彼得就出来对着伊，毋知影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1站、第2站加罗，就来到林家的铁门，迄个门家己开了，因出来行过一条街，天使就离开伊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讲：我即马真知影主差遣伊的使者，叫我脱离希律的手。甲犹太百姓一切所望的，想了想，就往迄个称呼马可的约翰，甲伊母亲的玛利亚去了。伫遐呢，有一寡人自集祈祷。彼得拍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到是彼得的声，就欢欢喜喜，顾不得开门，走入去，甲众人讲。彼得徛伫门外，因讲你是少年。使女极力讲，真正是伊。因就讲，的确是伊的天使。彼得不住的拍门，因甲开了门，看见伊，就真惊奇。彼得的手毋通因作声，就甲因讲主怎样带因出家，又搁讲恁甲这个代志，甲雅各甲众兄弟讲。对安尼出去，往别所在去了。到了天光，兵丁扰乱得真厉害，毋知影彼得往对倒位去。希律找伊找袂着，就问看守的人，吩咐甲因掠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到该撒利亚去，踮伫遐呢。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因迄一代顶是对王的土地得到粮食，因此托了王的内侍神伯列斯倒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伫所定的日子，
亲像雕刻坐伫位上，对因讲论一番，百姓发着讲：这是神的声音，毋是人的声音。希律无归荣耀互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法医，以互堂所加气就绝了。上帝道日见兴旺，哪发公团。咱搁再一届阿头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同心伫遮，阮恳求主你的圣灵亲自伫阮当中引带阮。今仔日是圣灵降临节，主啊，帮助阮，互阮对圣灵的作为有搁较深的认捌，对你的听痛搁较深刻，甲家己奉献互你，尊荣三位一体的主，互阮的年日伫主你的面前看做你的欢喜。阮恭敬恳求，仰望你的慈爱。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大先来看这个记事。伫头先呢，咱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希律。这个希律呢是小希律，因老爸大希律已经过身了，这个小希律做王。当这个小希律做王的时阵伊也真烦恼，烦恼伊兄弟姊妹内底伫迄个所在来抢伊的王位。所以对人真无信任，因即家口拢对人足无信任。了后呢，因看代志做代志。圣经讲呢，希律下手苦害教会当中的这领袖，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所以该杀。了后看到犹太人，这个所在所指示的犹太人，毋是全部的犹太人，是公会内底顶耶稣伫十字架顶遐宗教领袖。这宗教领袖感觉耶稣基督的信仰会威胁到因的社会地位，会威胁到因这个宗教的管理权，所以呢，买手因甲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了后，因伫迄个因这犹太人真爱安尼这代志，就是感觉这耶稣军队耶稣的拢总甲伊除掉的时阵，安尼真阮的宗教地位就继续伫这个所在来统治这百姓。阮对宗教内底得到的利益，就会当继续伫阮当中无受摇拽。了后，因这个希律王看百姓这犹太人欢喜这个代志，就搁去行掠教会领袖彼得。迄时才是度假节日子，所以呢无法度马上办彼得，因为是一个大祭忌。所以毋是无爱甲伊办，是因为伫迄个所在犹太人遮咧过节，所以呢，因就伫迄个所在甲彼得掠起来，了后甲伊收伫家了，了后搁安怎派4班的兵丁，就是一班6点钟，4、6、2、4，一班6点钟到无到咱即马上班的时间啊，咱即马上班是爱上8点钟，安尼意思是啥呢？就是爱严严看守，爱甲伊顾好好，毋通安怎？毋通互人偷抢出去啦吼！了后是要伫搬过节，甲伊带出来，甲伊甲伊提出来了后，当伫众人的面前来审判伊。希律是一个看风使船的人，伊就感觉讲犹太人若无爱甲伊杀死，安尼就继续甲伊关。犹太人若要甲杀死就当随时甲伊杀死。伊用即款的方法咧讨好这犹太人，讨好这宗教领袖。所以呢，伊用即款的方法甲因有真济协调。了后彼得互关伫家内底，教会安怎？确实为伊祈祷，确实为伊祈祷，请斟酌。教会为着彼得咧祈祷。了后希律要甲伊提出来的迄一暝，就是讲礼拜日要办伊，了后拜六迄一暝，伫进前的一暝，彼得互2条铁链锁掉咧。铁链铁链锁掉咧。古早咱若是有看到迄个咧锁犯人的铁链你捌看过无？迄锁犯人迄死刑犯无去行伫涂骹的时阵踩，有拖铁去拖伫涂骹，所以毋是小块的铁链所以是大条的铁链甲伊链掉咧。教会确实为伊咧祈祷。
了后呢，佮安怎样呢？伊毋若互锁掉咧，佮安怎？佮困伫两个兵丁的当中，我是彼得，我边仔喏，佮困两个人，吼，安尼有重要无？佮无论安怎，绝对袂当互人偷救出去就对啊啦。哦，所以就家用咧，了家顾有势，了后佮看守的人个哪，佮伫门外看咧，安尼哦，遮一旁，铁链一旁，边仔佮困两个人，门头前佮哪，佮顾人，吼，上少3层，吼，毋若3层哦。哦，了是咯，总是虽然是有主的一个使者困伫边仔厝内底有光来甲伊照。哦，所以迄个时阵天使落来对彼得的肋边甲伊拍，来甲伊安尼甲伊拍，就拍啥伊就讲紧来起来。迄个铁链就安那对彼得的手安怎落落去，伊两个困伫伊边仔呢，相当眠呐。哦，敢若咱古早讲啥？困敢若猪咧，哦，怎伫遐伫遐所怎了，个啥落落来，天使讲紧诶，甲你诶带束咧，腰带束咧，穿上诶，伊就安尼做。天使佫讲甲你诶外衫披咧，对我来，彼得就出来，就对着伊，伊安怎？圣经讲一句话真有意思呢，伊讲伊毋知影天使所做是真诶，安怎？当做是咧民望，你知无？我咧喊民呐，敢有可能安尼咧？亲爱兄弟姊妹，你斟酌哦。必定呢。当时教会内底足伟大的领袖，但是伊安怎？伊伫咧所在感觉讲，我敢安尼咧？你敢真正？我可能咧喊民的款无影讲真正是安尼。你有发现一个代志哦，就是做牧师若发生啥物代志的时阵迄大到一个地步，讲敢真正是安尼？讲有影你知影？我投生的时阵，甲人祈祷人个病好去的时阵，你敢知影？我家己拢感觉讲，敢真呢？我敢有这个能力？我跟你讲，我无这个能力，但是上帝有。我毋敢相信的，毋是我无这个能力尔，我是毋敢相信上帝安怎有这个能力。真侪时阵，就是宗教领袖嘛，是活伫啥？活伫宗教的灵内底，伊无影真正相信上帝。这是我。过来年了，才一直愈来愈认识上帝，愈来愈了解上帝。所以伫当中安尼爱到伫迄所在伊毋知影，伊准时咧喊名，了过第一站加角，搁出第二站加角，就来到林家挖伫即个街仔路铁门。安尼你看铁链困两下，头前咧顾，搁第一站，搁第二站。佮来到街仔路，安尼拢用偌济6层固条条，伊伫迄个所在去到遐，迄个铁门安怎，就家己开啊，我感觉这真有意思呢你看讲我你讲咱即马足厉害，有法度发明自动门，我咧讲自动门，人2000年前就有你知无？人行到遐的时阵，门就家己开你知无？甲即马咧发自动门，我拢感觉无介厉害。因出来行过第一条街，天使就安怎离开伊去啦。了，迄个时阵彼得遮呢，这真正醒我过来，哎呦，念看觅，哎呦，佫会疼呢。佫真正看着，这条街路，这条永和路就对咧。这个新生街，真正对加角出来安尼。所以伊就感觉，这是真诶。所以伊伫咧想，乡煞毋知要安怎。有诶时阵，咱得到自由；有诶时阵，咱得到福气。咱乡煞毋知影要安怎样啊，所以伊就请我个，伊才对这个所在讲啦。我即马真正知影主差遣伊诶使者。亲爱兄弟姊妹，咱到即个时阵，咱经历过真济艰难困苦诶时阵，咱是伫迄个所在会感觉讲哪会遮衰衰运过去啊。但是必定毋是，必定是讲啥？我即马真正知影。上帝照顾伊的百姓，咱对苦难当中行出来的时阵，毋是感慨咱哪会遮衰，咱对苦难中行出来的时阵，是讲上帝哪会遮照顾咱，这是完全无共款的心情所以咱斟酌注意看彼得伊伫这当中所做，了后伊就讲：我知影主差遣伊的使者，叫我脱离希律的手，甲犹太百姓一切所仰望的，因为仰望啥？仰望彼得紧死。望即个
基督耶稣的学生拢会当受清除。但是伊伫迄个所在想了，就往称呼马可、约翰伊母亲玛利亚迄个引导去。这个马可啦吼，也去称作约翰的这个啊，这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啦吼。啊，伊也去称作约翰。伊头先的时阵吼，甲巴拿巴做伙，啊，伊是巴拿巴的外甥啊。啊了后时阵吼，尾啊伫宣教的路上，后壁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哦，就是讲啊，巴拿巴啊甲保罗为着这个马可吼，捌冤家过啦吼。啊，所以你嘛免想会烦恼。啊，但是人冤家了安怎，阁有和好。咱唔通讲哦，基督徒嘛冤家对，基督徒嘛冤家，但是基督徒安那冤家了，阁爱和好，是重点是伫遐，毋是讲干那基督徒冤家了爱和好。所以呢，伊就伫迄个所在去，啊去到遐。所以呢，因兜哦，这马可因兜啊呐，其实哦是算安怎好野人因兜。你知影耶稣基督哦，咧食暗暝的时阵啊吼，啊，这个历史学家吼推测啦吼，有真侪证据来显明吼。耶稣基督咧食啊，这个搬过节诶，迄个啥货诶，羊羔诶暗宴的时阵啊，就是伫马可因兜啦。哦，你圣经讲啥？你啊入到迄个城，你会看到一个人，啊了伊会灌一个水，啊了伫迄所在，你就甲伊问，啊就甲伊讲主要伫这个所在过节，伊就会甲你啊所备办的甲房间拢会传互你。哦，所以因就安尼去，啊就安尼做。哦，所以推测是安尼。啊了，伫迄个所在哪有真侪人自执祈祷，咧祈祷啥物货？咧祈祷啥物货？第5节讲啥？彼得互关伫家甲教会，却为安那？为伊切切咧祈祷上帝。好哦，有圣经讲啥？切切咧祈祷上帝哦。切切的意思是啥？哦，足急的啦吼。上帝啊吼，迄廖牧师吼，关伫中国，啊，即摆也未出来吼。啊，主啊，你啊紧来救啊！啊，救的时阵，我伫祈祷足久啊，向阳啊咧过3天、5天、10天拢总无啊。啊了后一天的时阵，安怎？向阳牧师怎走出来？嘿，啊，牧师你真正转来哦！你听我的意思无？啊，你真正有转来哦？啊，毋是讲关死呀哦？哦，你听我的意思吗？就是迄个款的情景就是呢。结果因去伫迄个所在的时阵啊，伊就伫遐呢，啊，就伫遐称呼，啊，有真侪人组织祈祷，教会认真拍拼咧祈祷。了后伫迄个所在，彼得伫遐咧拍门，了后一个思路或者落台，伊就出来看卖啊咧，听得到是彼得的声音，安怎欢喜甲挡袂牢，好紧来转去讲，彼得出来，彼得出来，来，你斟酌哦。即摆的时阵哦，教会兄弟姊妹拢伫哪？伫即个马可因兜咧祈祷着，了听到这代志的时阵讲，啊无你是咧含面哦，你是咧起笑哦，彼得都明明要个关伫家内底，你咧讲彼得出来啊？即个兄弟姊妹有无？咱的反应有安尼无？哪有可能？这个代志哪有可能？所以咱的活命内底真侪时阵，就是咱无啥相信，咱足认真祈祷，但是咱无啥相信代志会发生。哦，这是对咱信心一个真大的挑战，甲提醒。了后，因就讲哦，因安怎样啊？信仰甲落尾手的时阵，会变做一款合理化啊？无啦，上帝医治咱人，是上帝医治咱人。但是是啥？亲像到落尾手的时阵，耶稣基督去互列撒罗对4个话，迄个时阵，耶稣去甲伊的姊妹，甲因姐姐、甲因小妹，甲伊讲：你敢知影吼？活命伫我，搁我也伫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伊安怎也会搁我。了马大甲玛利亚拢甲伊应啥？我知影伊伫末日会搁我。咱的想法就是真侪代志是到咱死去啊了后，迄个代志才会发生。但是基督的信仰绝对毋是安尼，基督的信仰绝对毋是。上帝伫伊家己的美好的旨意内底会做一件代志，但是做啥物代志？有人会甲我问一个代志，讲是安怎？约翰就互杀死，是安怎？彼得就互救出来。你甲我讲这吼，我嘛无法度甲你回答。有人甲我问讲，牧师，啊，即马中国吼，迄愈来愈危险。啊，自我熟悉吼，自我熟悉。啊，阮过去的时阵吼，有10几个人拢定定伫中国咧服侍。但是即马吼，就我所知影吼，可能敢若剩我一个。我即马甲问的时候，因即马拢已经无伫中国出去吧。
因就问我讲：啊，你真正拢袂惊？我甲伊讲，我嘛毋知，我嘛袂惊。总是我去的时阵啊，我着祈祷，啊祈祷了有平安，啊我着去，啊就是安尼尔。亲爱兄弟姊妹，彼得会得到拯救，约翰受抬死，安尼是倒一个人较得上帝疼痛呢？我讲这，我无法度回答你这个问题，我真正无法度回答你这个问题。有人讲咱上帝对约翰无公平，尾下的时阵吼。另外一个牧师出来解说，那照我较爱做约翰。我是安怎？吼，你拢毋知影？迄吼，亲像保罗所讲的个，我若是离世甲主同在呐，是水滴无比啊。所以我较早转来咧，吼，我伫遮走来走去，我著赶紧转来上帝遐啊，吼。你讲吼，咱若是用着世界吼，生命活好足久吼，安尼的时阵吼。咱当作这才是上帝对咱的祝福，哎，咱就是对圣经有绝对的误解，毋是六解，是误解。咱对圣经过头误解。圣经讲的，咱离世甲主同在是安怎？是水滴无比。但是，即使你的责任若还未完成，圣经讲啥？亲像彼得同款，保罗嘛是安尼讲。但我肉身活着，为着我的至亲，为着我的骨肉。我爱个为着因来活，所以我着甘愿安怎带伫世间，继续为主做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圣经甲咱讲到一个地步的时阵，咱的活命，咱活着就是主的人，咱离世就是甲主同在，水滴无比。所以，圣经到落尾，保罗讲，咱亦就是生，亦就是死，拢是啥物人的人？拢是主的人。甲咱的身边兄弟姊妹讲，咱也是生也是死，拢是主的人，甲伊讲来。感谢上帝的疼痛，所以呢，每次有这个思路就出来，听到彼得的声音，就欢喜，顾得袂啊，无得开门，去甲正人讲啊，你笑啊，思路甲伊讲，真正的啦，因讲安尼是天使啦，可能安怎已经互斩头去啊啦，所以安怎灵魂倒来啦，头七啦。头七转来吼，甲咱拍门，甲咱请安尼啦。结果时阵讲啥？毋是，伊就讲吼，一直咧拍门，因就去开门，看到伊，因就安那就甚惊奇，足惊吓！你知影这个惊吓是安怎？圣经用这个字来用惊吓，这个字是啥？毋敢相信，毋敢相信。所以呢，因就伫个所在毋敢相信，啊，就彼得伫个所在就讲哦，莫出声，莫请，啊了就。甲伊怎样互主甲伊带出家国，了后，佮甲因讲哦，恁去甲这个代志，去甲雅各甲伊的兄弟讲，啊了后就出去往别个所在。所以伫迄阵暝，你要讲，亲爱兄弟姊妹，有个人讲哦，传福音的时阵哦，爱有信心啦，就无应该离开啦，毋通走啦。我甲你讲，这嘛毋对，啊，无等伫遐坐了，上帝甲你救出来，你搁怎坐伫门口讲啊？我有信心，我为主来顺道哦。啊，坐伫遐拢无爱互上帝救哦，嘛毋是安尼呢？安怎？该走就走，你知无？你敢知影做兵的时阵哦？阮是安怎？阮做兵的时阵哦，阮伫迄个所在训练，好啊，阮新兵训练的时阵哦，拢无啥物出操，逐工就叫你走，逐工就叫你走，对1000、3000、5000，一直走，一直走，吼，袂用要甲你操死，啊，尾也真正5000走去。了后时阵哦，阮就咧问讲啊，即马人战争哦，嘛无咧，你啊钱啊，你拍死啊，迄落，哦，啊无就迄落炸弹起起的、分的、飞的，啊，就死了了啊。了后，阮咧班长讲一个代志，你敢知影？安尼训练爱走，你拍输人嘛爱走赢人，拍输人嘛爱走赢人啦，所以安尼才活落去啦。所以上帝互咱尊老活命，该咱爱离开，咱爱离开。了后，伊就去啊，别个所在。了后，过长工，希律找伊找袂着，伊就去审问固守的人。到尾啊，固守的人敢知影？毋知啊，就向党民困死啊。所以结果安怎？党拖出去杀了。亲爱兄弟吼，我咧想这个记录的时阵哦，我其实心内底有一个真大的迄落，真大的感慨啦。就有的时阵哦，你看哦，讲人喺外口哦，咧做生意啦吼，也是咧上班啦吼。了的时阵哦，迄若一个失职，也是安怎样安怎？
人头是落地呢，哦，迄人头是落地。但咱得到上帝遮尔济疼痛甲救恩的时阵，咱抑阁受保护看顾。有的时阵实在讲，迄是恩典非常大的大甲无法度孝顺。哦，所以后来希律伫这个代志，伊就受气，就去出去佚佗旅游，了后去到该撒利亚，就住伫遐。伫遐咧解除伊的心情。了后伫当中就伊原本是伫耶路撒冷迄个所在。耶路撒冷来讲，就是亲像咱台南这个所在。了，伊就去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差不多伫我台中迄个所在。伊就伫台中迄个所在有一个别庄，一个别馆。总是呢，你看推罗西顿遐个人迄个所在是对着希律王，因来得到粮食，就是希律王有甲粮食卖互因，因为推罗西顿迄个所在。差不多我伫台北家人迄个所在遐，桃园台北家人迄个所在，那推罗西顿就差不多我伫迄个所在。那么呢，迄个所在是渔港无出产，所以呢，粮食爱对着内陆来买，但是要买粮食嘛，毋是遐简单买，所以就爱甲希律王买，因为希律王迄个时阵是掌管以色列即块土地，然后伊伫迄个所在来管理这粮食的时阵。因为伫介绍的顶面讲了无介好势，所以呢有一寡无甲偌好势。到总是呢伫当中因着拜托王的内侍臣pir拉斯多就讲你甲皇帝较熟所以呢无你去含皇帝去希律王甲伊讲的。所以希律王就伫所定定的日子来穿上朝服，坐伫位上。我皇帝呢？你知我皇帝呢？你对我遮无尊敬我卖粮食互恁，你卖一寡物件互阮，你介绍在咧讲袂好，你敢安怎你？所以伫迄个所在，就对伫遐坐伫朝顶，了伊就对因甲因讲论一番。这百姓喏，这百姓足够甲人抱的啦，你知无？足够甲人抱，抱了就甲伊讲，你这真正是神的声音啦！这普通人哪有法度讲出即个话啦？这个话我嘛捌听过呢。廖牧师你足够讲道的。我来讲，有一届的时阵我听一个牧师讲讲这个代志伊讲伊有一届的时阵讲道，讲道了的时阵人甲伊讲牧师你真正讲道有够个，足够讲道的我听了足好的足感动的呢。尾笑的时阵伊就迄礼拜伊安尼欢喜甲安尼非常的欢喜。结果第二礼拜讲道的时阵人就甲伊讲，牧师你这礼拜是拢无准备是无？你听无？所以爱真慎重。我阁甲你讲一个例顶礼拜的时阵圣文因爸爸毋是过身，了咱去麦比拉洞，了处理了的时阵圣文有请服侍人员，甲遮因的亲戚朋友同齐做伙去食饭。了其中有一个做老师的，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讲廖牧师，那你讲道真正赞。那我听过过去遐差不多拢总是神棍，拄好干那你是神人，安尼有爽无？足爽的对无？了我就甲伊问一句话，安尼你敢有考虑要信上帝，要加认捌耶稣一寡？了伊就甲我讲一个例。阮学校伊咧做老师，伊讲阮学校有一个老师，伊互因班的伊家己食菜，伊互因班的原来拢总食菜，全部拢总食菜，含迄家长来甲伊抗议的时阵都无效，共款营养午餐全部拢食素的，食菜。了迄个老师来甲我讲猫咪人，你敢无原来来对阮食菜？食菜有啥物好？偌健康安怎讲？了，这个老师伊这个就这个甲我讲来讲，我甲你讲，我绝对袂去食菜。你敢知伊咧讲啥？你敢知伊咧讲啥？牧师你讲到讲，我有哪袂相信呐？你听无？所以你听人甲你讲，你足够讲，你莫欢喜，你知无？人的客气，毋通甲因当做真诶。你若真正听了有入耳，你敢袂去思考上帝？
无啦，我只是甲你讲场面话尔。牧师，你真正足我讲的吼，你安或者啥？你神人，别人神棍，听得介爽。我来讲较细致的，非常的细致。耶稣讲啥？人若拢讲恁好的时阵，恁就知会啊。因为古早的时阵，遐犹太人因款待先知的时阵嘛是安怎？嘛是安尼。到落尾，啥物人刣先知？嘛是遐个人，讲迄个先知介好的人，甲先知刣互伊死。亲爱兄弟，所以伫即款情景内底，希律安怎无将荣光归予上帝？即马人若对我讲吼，牧师你做我讲道吼，哦，我听到即个话，我拢会鸡母皮压起来。我拢求上帝吼赦免我，主啊，你帮助我。主上帝，你真正帮助我。口才是上帝你所赏赐的，毋是人的教。主啊，我古早的时阵吼，我听迄老一辈信仰前辈吼，因咧讲啊，主啊，荣光拢归予你，荣光拢归予你。我即马渐渐会当明白迄个话语。主啊，荣光拢归予你，拢归予你。真正你会发现到一个地步，当人未记即上帝的时阵，就是啥？就是伊败坏的开始啊！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希律无将荣光归予上帝，所以主的使者立刻改发，伊就互唐所加就气绝，了后就安那带起来啊！伊一身遐大身，咱毋知伊互唐加到啥物货，但是有人推测，可能去互网定着呢，去互网定着呢，你听有无？敢若去互网定着，就会死人，你敢知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毋通想讲人介厉害。你敢知影全世界内底吼，每一年吼，因为这个意外来，因为昆虫动物而死的，因为昆虫因为动物来受死的，去互狮加死的，去互虎加死的啦也是去互野狼加死的，去互啥去互虎神害死的啥？我跟你讲，对头到落尾啊！你去查，应该查会到。那我的资料无毋对的时阵我会当了解啊。去互网定死的，因为互网定着了死去的人是排伫第一名。所以咧，古早人讲一句话啥？草仔机的鸡死人啊！所以毋通看网死。我即马看网拢足惊的。我拢想要甲伊拍互死啊！毋过出足大力咧，拍甲手红光光，网嘛无死的。你会了解这个情形，所以人真正无足够，人真正无足够。但是圣经讲啥？上帝的道日渐兴旺，哪发传出去？亲爱兄弟，咱斟酌注意一项代志，伫咱的活命，伫咱的事奉内底，啥物人真正咧掌管历史？人生真济，咱有真济美好的拍拼。历史舞台内底有3款的溃烂。第一是地上的王权，君王的命令甲政治的控制权。希律刣死雅各，希律阁要刣死彼得，希律阁伫迄个所在要掌管整个推罗西顿。伊感觉伊的王权足厉害，确实伊后影会当做一寡代志。地上的王权会当做一寡代志。地上的教会伊连伫上帝，地上的教会内底，请咱毋通袂去进。教会是会当影响这个社会，但是教会影响社会，毋是靠着政治的溃烂。你看偌济政治，偌济基督徒参与伫政治了后，到尾也拢安那对政治拖去死。基督徒真正的权柄甲能力是来对甲上帝活命的修炼，迄才是上界重要。约瑟做宰相，但以理做宰相，撒母耳做士师。因遮的人会当管理迄个时代，伫外国会当做甲宰相，拢甲人有一点，因的活命甲上帝相连，因有这段真做因活命的气力甲能力。这也是安怎？牧师一直甲各位拜托，今仔日下晡一定要来参加迄个祈祷会，因为只有咱伫这个所在发挥属灵的影响力，咱对着这个地面才有真正改变的气力。上界重要是上帝主权，上帝道，人无哪查伊的作为。咱毋是靠家己的祈祷，毋是祈祷外有路用，但是通过这段，咱找到上帝的心意，咱甲上帝三甲同行，
咱就会伫上帝征战当中靠主得胜，并且是得主得胜伫上帝得胜内底。咱甲上帝得胜三甲有分，这也是是安怎？到伫今仔日，牧师抑阁会当三甲伫做伙，甲上帝相同行，伫中国的服侍内底，无惊吓，无论呢。人的权势有限，但是上帝旨意安怎一定会成就。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毋免惊世界，但是爱敬虔伫上帝面前。甲伊讲来，毋免惊世界，但是爱敬虔伫上帝的面前。使徒行传第12章，伊有4种。第一，咱看起来亲像是得胜，这个亲像是得胜地上的王权，但是教会伫迄个所在呼求上帝。因伫无能为力当中超找上帝，上帝用怎样差遣天使，用超自然介入历史，了希律伫迄个所在震怒失败，人的管理安怎，将其到伫落尾安怎会失算。所以你免惊这个世界，上帝伫迄个所在继续咧做工课，君王有伊的命令，人对控制权有迷乱，所以这个所在，咱看见希律。伊控制耶路撒冷，伊控制台中，控制该撒利亚，了伊阁控制北部遐所在，推罗西顿。伊伫这个所在有政治，有能力，但是伊伫迄个所在有一款产生一款的错觉，掠做家己有法度决定生死，伊有法度决定雅各的生甲死，伊嘛有法度决定彼得的生甲死，伊有法度压制教会，伊有法度控制局势。但是伊用手段是啥？用惊吓、杀害、困捉、迫害教会，伊派重兵严密来看守。但是真正咧掌管历史的，毋是伊。世界的权势看起来真大，但是伊建立伫暴力、伫错觉的顶面。咱今日爱真斟酌的一样代志是：伫这所在，咱无军队，咱无政治傀儡，咱无法度救出彼得。咱伫迄个所在无能为力，伫迄个所在感觉毋知要安怎。咱承认有限，咱承认咱的无能为力，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承认家己欠缺，承认家己无能为力，咱才有法度真正找求上帝。若无，咱拢会感觉讲，我搁试看觅啊，我搁试看觅啊。上帝是安怎要甲咱牵到一个地步，互咱无能为力？因为只有伫即款无能为力感内底，咱才会真正去超找上帝。所以伫当中。圣徒的祈祷，到伫启示录讲，伊亲像香请到上帝面前。真正带来改变的，毋是咱的祈祷，是咱诚心伫上帝面前敲吹。属地的权势，伊会当锁掉彼得，但是伊无法度锁掉彼得的使者，上帝的使者。伊会当落命令，但是伊无法度拿查上帝的旨意。希律的权力开始看起来真有法度控制生死，但是伫超自然的能力，上帝面前，伊显得这个溃烂拢总无效。伊就是法度得到百姓对着伊的拥戴，但是上帝敢若用一只虫、一只蠓虫，就法度将着希律用伫死亡当中。有的时阵，咱伫迄个所在祈祷，但咱敢有真正相信祈祷这个代志会发生？台南咧欠水，咱需要有水。咱伫这当中有真济困难，咱的人生有困难，咱的家庭有困难，咱的经济有困难，咱逐项拢总有困难。亲爱兄弟姊妹，咱敢有伫这个所在，真正将着咱的信心看伫上帝面前？上帝毋是因为因有完美的信心才来工作，上帝是因为伊主命令上帝。是上帝怜悯我的祈祷，上帝讲好，我伫这个所在继续来引传，我将彼得赏赐予恁，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咱安尼你讲，啊无安尼咱就拢免祈祷。我你讲，咱若无祈祷，咱就无法度去经历这个代志是上帝所做。咱会感觉这个代志臭坎拄拄啊好，伊就是本来就会安尼。咱永远无法度认捌上帝，但是当祈祷。咱才有法度去经历上帝，咱才会知影这是上帝咧做代志，咱才会当伫这个得胜的行列内底，三甲做伙有份。上帝道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开展，主角毋是彼得，嘛毋是希律，乃是上帝的道。
上帝的作为，互福音继续向前。上帝道逐工兴旺，王权会更替。咱对着过去蒋介石、蒋经国了后，咱看到这个啥物人啊？逆党会了后，咱的时阵看到这个啥啊？这个马英九啦，还佫一个马英九咧，蛮感觉袂记哩，好唔好？啊了后的时阵，哦，讲到这啊了后的时阵，佫讲到这个啥物人啊？这阿扁啊，哦啊了后，再佫阿扁啊了后，再佫看到啊小英姐姐，哦啊，即摆换到清德哥，哦你也看，世界王朝是安怎？是会更替的，但是安怎？上帝权能，上帝旨意无想哪早，君王会过去，但是你会当看见，伫这当中，咱看这在代志。伫这当中啊，教会有希律王了，有上天使。人的祈祷，君王的命令，上帝的道。伊伫这当中会看见，人改成软弱，君王改成强势，但是上帝的道安静超过这一切。咱用祈祷了，君王用命令管理，但是上帝用伊的心热。表面上咱看起来软弱，但是实际上祈祷是上介大的能力。当祈祷甲上帝三甲同行的时阵，起初咱看起来无够偌明显，但是咱伫迄个所在看起来无法度改变啥物货，但是上帝当改变局势。人无力阻止，君王有法度杀死人，但是上帝永远的发生。总是咱毋是干那看到咱活着，咱是真有信心知影，有一日咱离世，咱嘛甲主同在，随得无比。信徒头先是惊吓，有诶时阵咱祈祷，咱嘛无啥相信祈祷。那安尼，咱爱操练怎样更较有信心，甲上帝相同行，照上帝诶心意，咱来做代志。毋好一面祈祷一面烦恼，你知影无？啊嘛毋通用着祈祷诶时间来烦恼，着爱用烦恼诶时间来祈祷。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毋好一边祈祷一边烦恼，甲伊讲。着用烦恼的时间来祈祷，甲伊讲，毋通用祈祷的时间在烦恼。啊，背起来啊，等下来当摸菜啊，好来，好来，了后时阵你会看到上路尾的终局是啥？祈祷互上帝所。咱是倚靠上帝，但是世间是讲咱毋免上帝。咱要代替上无共款，但是管理伫当中表面上是希律咧做代志，但是实际上是上帝咧掌权。输赢是啥物人？皇帝讲的话，改成万民拥戴；上帝讲的话，改成啊，甚至咱家己嘛会惊吓。但是真实内底是啥？福音继续向前行。24节非常的重要。上帝道日渐兴旺，哪发公断？甲23节相对比，希律的王权一日当中，互唐所加，伊就断绝迄个权利了。所以，咱爱会记哩，强甲弱，毋是你咧看的。咱若甲上帝徛做伙，咱就一定会得胜。有人讲啊。这张纸哦，你其实安尼哦，甲伊搓伊，安尼甲伊拄哦，安怎拄会破对无？来，啥物人要起来？来，啥物人要起来？来，我这张纸哦，甲伊放伫遮。来，啥物人要起来？甲拄看会破无？有人要起来拄看会破无？来，亲爱兄弟姊妹，你靠伫啥物人的身上？咱靠伫啥物人的身上？圣经上啊，定定咧讲一句话：万军的耶和华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是咱的避难所。万军的耶和华甲咱同在。雅各的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确对着这代志真斟酌去了解。所以，什么人真正咧推动历史？上帝道。人的管理有一天会过去，但是上帝的旨意关过地上的君王。所以上界大的属灵的觉醒是啥？真正的力量对头到落尾，拢毋是政治权。真正对头到落尾，真正的快乐是伫黑暗中，伫人生上界困难的日子，犹原向上帝祈祷。所以伫这个过程内底，咱也未到人生的结局，
约伯问上帝，是讲上帝，你想要苦难临到我，咱抑搁伫过程当中。诗篇的作者伫迄个所在，甲上帝讲：上帝，你太无公平，做歹的食甲飞出目睭吐泪出来。但是呢，我洗手表明无辜，但是上帝你无照顾我。先知亚利米讲：上帝啊，你想要到今也无审判百姓。了，遐顺道者会会伫启示录伫遐呼话讲：上帝，你用阮恶者做歹，你要到什么时阵为阮来伸冤？这是咱信仰内底的征兆。咱会伫迄个所在拍本，咱会伫迄个所在滚架，咱无都走出来。亲爱兄弟，这是真正常的。我嘛捌过这个经验。我甲各位讲过，我13岁我就出来做工课，伫社会弄榴莲。我迄个所在，敢若问上帝：你较有真诶咧？阮兜信上帝，但是阮散到要几粒？上帝啊，你伫倒位？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无伫迄个所在甲我拍死。上帝，我通过时间的经历，到今我有这个稳定来服侍上帝。毋是我教，是上帝的疼痛甲精选。所以，咱安静伫主的面前，咱了解，咱会当超越人的系统，咱无受时间、空间、权力对咱的限制，因为上帝到落尾所讲的迄句话上介重要。你还记得牧师甲你讲过迄个例无？有一个头家，有2个助理，当前呢做伙伫迄个所在坐船去佚佗，结果呢发生船难，这个船啊弄倒伫小岛内底。伫迄个岛内底哦，因伫遐找到遮有一寡物件通好食，找了到尾安怎，拢总无通好食。就出去找看有啥物，抑阁有物件通好食无？找无，到尾找到一个神灯，足欢喜的。你若想讲神灯甲愈看嘛，佫真正走一个灯神出来。了后，迄个经理就迄个灯神就甲因讲：来，恁3个人，一个人有一个当愿望。所以。第一个助理讲：我即马马上要转去，了后呢，伫弯刀内底洗一个热水澡手，伊就转去啊。了后第二个讲：我要变做阮公司内底上好囝的迄个头家。了后伊就伫伊啥收一个伊嘛无呀。了后换这个头家伫迄个所在，董事长伫迄个所在。丁信就甲伊讲：你用因2个拢转去啊？你即马要创啥？伊就讲：我即马要创啥？叫因2个拢总转来。收2个拢袂倒转来，知道无？来讲，老板没有说话之前先不要说话。上帝要未做决定进前，唔好大声伫上帝面前讲我要爱啥。信上帝唔是借着祈祷来命令上帝，祈祷是超出上帝的心意，明白伊的心意，这就是祭坛。祭坛是讲主，我伫遮求你垂听我，德性。是虽然失去一切，犹原无失去甲上帝的关系。请咱一定爱记住这句话。什么是德性？德性就是我虽然失去一切，但犹原无安失去甲上帝的关系。这实在是人生上介大的德性。有一日咱所有的物件拢会无去，但是咱袂当无去咱和上帝的关系。信心是啥物货？伫矛盾，伫咱现处时，抑阁无明白代志是安怎会安尼发生的时阵，但是犹原安怎选择信靠上帝。信心甲德性2个是连做伙。知影有德性的愿望，所以咱用信心继续向前行。你的生命是徛起伫什么款的基础顶面呢？咱是惯势伫世界的信念内底咧生活。或者是咱伫这个所在，敢若伫迄个遐尼讲，上帝你救我脱离灾害，上帝你赐福我，咱有法度对着即款的祈祷方式出来祈祷讲，上帝啊，我伫遮，求你垂听我，求你路用我。现此时我伫这个过程当中，主你爱我学什么功课？求你帮助我，互我学晓这个功课。互我会当成就这个功课，互我会当进一步，甲你同行，甲你同得胜。咱有真正相信上帝永远无改变的话语无？
伫世界车花宴乐之上，伫世界名声地位，互人追求的时，咱有看到迄个超越伫光影之上看袂到的掌权者是啥物人？上界悬的塔楼，大升伫上界深的地基。因为咱有坚固的信心，咱才有法度真正经历上帝有偌伟大。咱才有法度伫咱的活命内底去看到上帝无限的可能。圣灵降临者，伫这个日子，搁再一届甲咱提醒，上帝的能力旨意，关过地上任何世代的王权。所以，甲咱的心目额头倒转来看上帝，透过祈祷，甲上帝三甲同行。今仔日伫台南市有9个点，同齐举行圣灵降临节祈祷组织，建立这段为着城市来守望。这是咱伫咱的母会台南圣教会三甲做伙服侍。搁再一届诚心邀请兄弟姊妹，同齐为着咱的城市，为了上帝的国，同齐徛起，同齐来独断，同齐来献祭，同齐来超出上帝的心意。咱同齐起立，同齐来祈祷，求上帝赐恩，互你会当明白今仔日你的话，伊的话语，也请为着家己祈祷，求上帝赐福。互咱下晡这段时间和正圣道同齐徛立，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起来，甲迄个真正甲上帝相连的祭坛起来，递到咱会当伫上帝面前，真侪有能力影响世界、祝福国家、守望城市的教会，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圣在至圣的主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三甲做伙来仰望你的听，来保守赐恩伫阮当中，互阮对主伫你家己的话语内底徛起，祝你亲自赐恩，赏赐互阮活伫主你家己的美好内面。独独上帝，你是阮的上帝，你引带，你帮助，你保守，你照顾，赐恩伫阮，互阮会当真实来经历上帝你的作为。主啊，互我对着你的话语是有信心的，互你安怎讲就安怎是。感谢你将着怜悯赏赐互阮，感谢你将着慈爱赏赐互阮，感谢你将着阮心所爱的赏赐互阮。总是主你伫阮当中继续保守引带阮，互阮对你来行，互阮活伫你真理内底，互阮用着祈祷甲主你同工。互阮进入伫上帝你家己美好的帮助，互阮超出主你的心意，伫主你的旨意内底，甲你同行。主啊，引带阮，赐恩伫阮，毋是我靠王权势力，乃是上帝你的话永远长存。上帝能力关系直到万世代。哈利路亚！感谢主的听头，献上阮的感恩。愿颂赞阿乐归于你，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王权直到万世代无尽。世界的君王拢会过去，但你执掌王权直到万世代。主帮助阮，互阮建立这段，互阮甲家己奉献互你，为你来活，委身伫你的身上，通叫阮因为甲你相连，所以阮进入。伫上帝你的权能，伫你的国度内底，甲你同工。感谢主，将你这款极大的权柄能力赏赐互阮，互阮伫上帝国三甲有份。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圣名。请坐。毋知有新来兄弟无？好，是无？咱只是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伫每一届奉献。互咱奉献上帝所赏赐互咱的尽力来奉献，并且也要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是我将到我的活命奉献互你，
求你用我一生。咱同齐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3到7日来吟唱诗歌，同心来奉献。上帝在引带咱头前的路，无论偌艰苦，伊有愿带路。只要咱全心活靠，伊会对伊会乖保护。咱无伫看伊世间万项事，虽然有悲伤，叫做是阮人生风波，咱的慈悲安慰。互咱心勇行，主要永远颠陪伴，用听堂照顾，一路充满伫咱生命。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路恩惠。上帝在引带咱头前的路，无论偌艰苦，伊有愿带路。只要咱坚心活靠，伊会对，伊会乖保护。咱无伫看路，世间万项事。虽然有悲伤，叫做是阮人生风波，咱的慈悲安慰，互咱心勇行。主的永远颠陪伴，用听堂照顾。一路充满伫咱生命，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路恩惠，主要永远颠陪伴，用听堂照顾。一路充满伫咱生命，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路恩惠，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路恩惠。拍鼓，将荣耀归给上帝。愿全能的主上帝，因为你手中的纯正赐福给你。愿主上帝，因为你脚行伫公义的道路上，亲自坚固你的心，坚固你的活命。各愿上帝照着你心中所存的信心，报答你一切的奉献。无论是伫你的侍奉，无论是伫你工作的所在，伫你的家庭、伫教会，或者是你所奉献的金钱，每一项拢用伊的恩典加倍来报偿你。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主上帝。愿平安、喜乐、恩典甲疼痛束缚伫你甲你的全家。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今日咱第一堂礼拜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赐福大家平安。